大家好，我係吳奇隆啊。大家知唔知道我啱啱做緊啲咩呢？其實我係用緊我嘅嘴唇去讀點字。可能會有啲人覺得用嘴唇去讀點字根本係一件冇可能嘅事，但係其實的而且確有人做得到，呢個人就係曾志軍。用雙唇去讀點字，憑住驚人嘅意志奪得3科5星星嘅成績。志軍天生入視有入聽，當以為用雙手可以摸到點字嚟學習，點知到4、5歲發覺連觸感都有缺陷，但佢堅持入主流學校，靠住一雙唇逐字逐句吸收。基於我嘅讀速比人慢，我手嘅觸覺弱咧，咁我打點字啊嗰啲，可能都會比其他新嘅同學慢。咁所以我而家同樣讀一課書，但係我可能要 double 嘅時間。雖然殘障，但從不逃避困難，一夜間感動無數人。大家平時都應該用到電腦，可能大家用電腦去打一篇電郵，最多只需要10分鐘。但對於曾志軍嚟講，用電腦去打一篇電郵，其實都係一個好大難題。理大賽馬會科科技中心譚教授同埋佢嘅一隊團隊啦，好努力咁樣幫我改良咗啲電腦嘅儀器啦。咁其中就係有一個鍵盤，中間8個嘅按鍵咧，就係貼上咗一個中間凹陷落去嘅一個嘅配件啦，方便我打字嘅時候就可以將手指插喺嗰個凹位上面，咁就容易固定咗喺正確嘅位置度啦。因為之前咧，我可能係一個 email 可能要搞半個鐘，所以即係有咗譚教授呢個嘅幫忙之後咧，我其實即係我從此就我唔再怕打字啦。各位，如果有一日你哋嘅身體突然之間出現咗缺陷嘅時候，你哋會唔會有一種自暴自棄嘅心態呢？而曾志軍佢因為身體上面嘅缺陷而造成難題嘅時候，佢又會點去面對呢？由細到大，快樂嘅時光係數不勝數。最開心嘅時刻，我知道入到英華，即係遇到困難有時都會有一啲氣餒嘅時候，真係一啲好決絕地話放棄嘅念頭就冇嘅，因為畢竟即係身邊一路都有好多人鼓勵我㗎啦，咁我輕言放棄就會辜負咗佢哋嘅一番心血啦。我相信每個人最初嘅老師都一定係佢哋嘅父母，而每個父母教俾小朋友嘅都係唔同嘅人生道理，而曾志軍嘅父母都唔例外。爸爸媽媽成日都教導我充實，即係樸實，但係有意義嘅生活咧，係遠遠勝過豐厚嘅物質生活咯。如果我哋能夠喺平淡嘅生活中揾出佢嘅樂趣嘅時候，我哋就會知足常樂啦。你話點樣揾到快樂？挑戰係一路都會有，同埋只會越嚟越多。咁所以即使係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我覺得都要苦中作樂啦。過往嘅事情成咗今日嘅老師，今日嘅事情你注意到嘅一切都會成為你將來嘅老師。面對困難去克服一啲挑戰嘅時候，最重要嘅，我覺得無論個結果如何，其實最重要個過程裏面，我哋所思所感嘅一切，其實已經係我哋生活嘅一個回報啦。曾志軍做人嘅宗旨聽起上嚟好似好普通，但係諗深一層其實好有意義㗎。今日佢將會嚟到現場同大家分享更多嘢㗎。同曾志軍咧了解下佢不平凡嘅人生㗎。好，我而家先請咧我哋家長代表袁嘉華女士，我哋老師嘅代表黃玉琪老師。咁當然唔少得大家再次熱烈掌聲歡迎我哋今日主禮嘉賓曾志軍同學。不過我自己就會比較中意睇書啊，或者睇下電視裏面一啲比較知識性嘅節目，即係譬如有啲唔一定知識性嘅，但係比較介紹多啲新事物嘅節目啦。但係咧，我係今屆嘅後生啦，我覺得呢個時間嘅掌握咧係好考技巧嘅。我覺得一日之內24小時都唔夠用嘅，除咗
讀書、瞓覺、食飯、讀書、瞓覺、食飯，有時甚至去到瞓覺、讀書、食飯、瞓覺、讀書、食飯咁樣。係啦，咁我想問下，你有咩技巧可以令到我哋24小時變得更加多去運用喺我哋嘅學習上咧？講翻譬如中學嗰段時間啊，或者到小學而家咧，其實都真係除咗讀書定瞓覺冇幾多，真係冇幾多其餘嘅時間嘅。有時除咗讀書都係需要有一啲嘅課外活動，因為有好多知識或者事物咧係書本文字裏面講唔到，一定係就算係你讀緊嘅嗰個專業咧，可能你都即係需要有一啲實際應用嘅經驗，咁樣你先至會真係明白嗰啲嘅知識啦。我覺得都要平衡讀書同埋課外活動。咁至於嗰個平衡點選擇咧，我就會係考慮翻話，除咗讀書之外，有邊啲活動係對我讀嘅嘢係有幫助，或者係有意義，係令到我可以認識到一啲新事物嘅。你喺大學度修讀翻譯係除咗你個人嘅興趣之外，仲有咩特別嘅原因？喺中文書嘅時候，我會諗，如果要我用英文講，我識唔識講咧咁樣。咁呢個可能係其中一個令我對翻譯比較感興趣嘅原因啦。將來嘅就如果係對於殘疾人士，即係對於有啲有障礙嘅人嚟講，咁即係我哋能夠有嘅工作種類嘅選擇係比一般人有限制啦。究竟有啲乜嘢係令到我可以至少有一技之長，比較肯定有一啲工作我係可以做得到咁樣嘅咧？咁我就覺得文字嘅工作應該係我相對比較可以處理嘅咁樣。多謝大家嘅提問同埋分享啦！為咗多謝主禮嘉賓曾芷君同學，我哋會有一份心意想送俾曾芷君同學。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向日葵同埋擊掌花所代表嘅意義係乜嘢呢？向日葵嘅花語就係信念同埋光輝，同時亦都代表住勇敢咁去追求自己嘅幸福。而擊掌花就係代表真誠而不渝嘅愛。再一次感謝曾芷君同學嘅分享，你嘅信念光輝都令到我哋深受激勵。係一本書，係個瓷器嚟嘅。咁後邊咧就有一個字，係有一個心形嘅。前邊咧就係個嘴唇，代表咗曾芷君用口唇嚟讀書，係一個好堅毅嘅精神嚟嘅。芷君分享之後呢，我就覺得有好多事呢，人生呢總會遇到好多困難，咁有陣時會遇到好多限制嘅事情啦。咁但係我就透過頭先嘅分享，就明白到逆難而上。佢亦都唔會覺得自己有幾慘咯。佢頭先喺個片度話到自己回憶起往事，但係佢都唔會，佢覺得佢哋快樂嘅時光有好多啦。我哋自己諗一諗，如果我哋自己經歷呢啲事嘅時候係好辛酸、好痛苦嘅，咁佢呢個事例係可以俾到我一個鼓舞嘅咯。你聽完曾芷君同學嘅分享之後，你有啲咩想講呢？咁聽完曾同學咁真誠嘅分享之後啦，我學到我哋咧喺無論係做人方面定係努力向自己目標進發方面咧，都要有無比嘅毅力啦，咁先可以成功嘅。咁曾同學啦，我祝你前程錦繡啦，揾到自己嘅理想，揾到自己嘅目標，並努力咁樣向呢個目標進發嘅。